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市有一对男女朋友冤家，查某的甲查甫的泼汽油，查甫的目前伫咧加护病房，查某的互烟小可来穿着，两个人拢无性命危险，也毋过是规栋公寓的住户着青惊，都惊会火烧厝。啊，这个红甲泼汽油的男子，就是顶个月伫咧台中赛车来弄死着食品工程师的迄个驾驶。当时伊甲人弄死了后，调着粉爆粉的迄个模样，是互家属看到真气愤。想要到交保了后，阁互女朋友甲泼汽油点火。厝边隔壁讲，这对男女朋友常常伫咧深夜咧冤家，互因是有够头疼，有够困扰。查甫人的老母互火小可烧烫伤，规面红记记，敢若阁有砸着伤，互紧急送医。伊想到代志的经过，阁真惊吓。伊是伫内底冤家哦。没有，他进去泼。他自己泼哦。涉嫌泼汽油的涉事查某人手小可烧烫伤，伫救护车顶拢结点点。受害查甫朋友李姓查甫人，规身躯2度25%以上烧烫伤，加在无性命危险。看到的厝边讲，当时查甫人手灌1桶5公升的汽油，两个人起冤家，查甫人为查甫人身体泼汽油，然后做伙走入去处理，无偌久公寓就开始庆烟。发现那个女生泼那个男生的汽油在身上，结果那个男生就女生说要点火，男生就跑回去他家，5分钟，他的家就烟很大。厝边惊甲紧报警察，消防队赶到现场来拍火，敢若看到厝内物件哩哩落落，两人应该有起骹动手。路口监视器翕到一架白色的车驶入去巷仔，涉事查某人落车了后就行入去处理，车顶的另外一个人阁未赴入去，就发生火警。这个李姓男子是本辖治安归人口，那他要求女友去加油站来购买汽油，来给他添补来使用。那双方因为口角一言不合而发生了这个纵火情事。代志发生之前，两人阁做伙买早顿。厝边讲，李姓查甫人和涉事查某朋友敢若有食毒，常常咧冤家。这个为饭点冤甲早起拢也未结束，最后引起火灾，嘛互规栋公寓的人拢惊甲破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。互烧烫伤的李姓查甫人，就是顶个月赛车弄死食品工程师的驾驶。出代志的第一时间，阁遐摆咧食薰，互家属看到真生气，一直到互警方抓起来，才来回室的。李姓查甫人事后交保，结果无到1个月，阁和查某朋友冤家，阁互泼汽油烧烫伤，两人以公共危险罪上班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